伫咧台大有几多名的学生接到这气流接触者的检查通知批，讲接触者要依法完成卫教、胸坎电光抑个抽血等检查。台大表示讲配合主管机关的规定进行气流防疫措施。卫福部长赵忠良也讲，这是确诊个案，毋是校园群聚。即马要追查这感染期间有900个接触者，拢要甲因扣起来。 点开有名的社群软体，进前有台大的学生发文，发一张对学校保健中心来的邮件，内容是明确指出讲，因为符合气流接触者的标准，为了健康，一定要依法来接受卫教、电工和抽血检查。他也没有实际告诉你说，你是哪一堂课有触碰到或者是接触到确诊者啊，对吧？所以其实他这个资讯也都不是很完整。看到那个还是。 想说顾虑一下，会戴口罩啊，在外面可能就通风就还好。台湾大学回应讲，配合卫生主管机关的规定，进行气流的相关防疫措施。因为防疫措施涉及各组，无方便说明细节。不过，疾管署证实，台北市卫生局初步控制的接触者差不多900个人，初步了解感染源是一个外籍生。它是发生在这个校园的一位这个外籍生，被诊断呢有这个。 肺结核，那么它是一个单一案件，那么并不是这个群聚的现象。那么这个匡列者的条件就是以说你同一天在同一个空间，那么共处超过8个小时以上，或者累积接触40个小时以上，才会被匡列。从它可传染期就开始匡列，所以可能这个整个追踪的人数上，不少，可能有这个。 目前大概是匡列在900位左右。因为检查的时间是拄好伫台大期末考的迄个礼拜，一个学生对这是感觉真困扰。疾管署表示讲，因为台大的学制是较特别，采用16礼拜的学制，伫12月中下旬就开始休寒，因才会伫最近一日就大量通知防列出来的学生。另外，胸坎计考的医师指出讲，气流主要是透过喙瘾来传染，因为镜头毋是典型的接触者，无一定有镜头。若是出现咳嗽，也是胸坎杂杂者镜头，都要较紧去看医生。 就算感染到了，因为我们身体的免疫力就会把结核菌把它消灭掉，除非是免疫能力比较不好的病人感染到以后才会发病，那个几率不是很高，所以我觉得应该不用为了这样子而太过惊慌。根据疾管署的统计，去年台湾气流的确诊人数是6141个人，今年1月到10月确诊人数是4657个人。咱国气流的防治目标是到2035年的时阵，发生率要降到每10万人口是10个人以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